高雄有向中央争取15亿的经费去停车场，目前已经有9座完工咧营运。不过新界部发现讲，伫咧复兴二路的停车场完工使用3年多，就无做停车场，主要是这市政府无填补土地是国有地，借用到期就要行动去。 汽车道道塞入去收费停车场，这是高雄复兴二路的停车场，目前是国产署咧经营。不过当初是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开买500万起的，新界部也是今年发现，这个停车场交通局敢若营运3档外就无咧用，主要是高雄市府无确实填补土地是国有地，地属借用机构就要还给国产署。不过交通局赶紧反驳，那国产署。 现在其实因为也还没开始新建色彩，所以它目前还是在做停车场使用哦，并没有因为这个土地所有权的归还之后，它就废弃掉这个停车场的问题。那它目前所得收益已经达到1000多万。当初是为着要解决停车问题，高市府向中央申请超过15亿去10座停车场，目前有9座启用。复兴二路这个停车场开491万兴建，才经营3档外，就还给国产署经营。新界部认为无发挥使用效益，机关嘛批评钱袂当黑白开，却因为跨单位的沟通不良，而导致全民买单，实在是非常的不应该。对民众而言，并不会分这个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，只会认为自己的税金打水漂了。希望未来跨单位的横向联系需要做到更好。目前这块土地交由国产署管理，伫国家社会主体也未动工进程，继续做停车场使用。交通局表示讲，未来起停车场会尽量用市府的土地，避免争议。记者钟义辉、顾兆勇高雄报道。